你明明站这里，为什么最后吃亏的总是你？因为你根本就不懂这个世界的底层代码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坏人诱骗一个好人去了一栋烂尾楼，结果好人失足摔死了。法官会说是坏人的错，这叫法律公平。但刘润老师在底层逻辑里说这是好人的错，因为坏人坐牢那是社会的成本，但好人失去了生命，那是他自己个体的成本。在这个残酷的现实博弈中，谁的损失大就是谁的错。如果你还在纠结谁对谁错，你就是一个随时会被割韭菜的受害者。真正的高手早就戒掉了受害者情绪，他们只看成本，不看道德。想知道如何建立这种伤人的对错观，拿回人生的主动权？点击头像去主页看我的8000字深度解析刘润底层逻辑。